来看，江总今仔声明指出讲，咱国20%的关税比日本、韩国较悬哦，会影响到咱台湾产品的竞争力。呼吁政府应该来维持稳定汇率，来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融资，透过暂时卖去定价等方式来减少冲击。有传统产业的业者嘛表示讲，4月到今哦，已经拢无美国客户的订单咯，包括纺织、电机等受到关税影响的产业哦，最近股票嘛拢落。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的对顶关税暂时是20%，但是这个加上货品原底税率，等于是台湾的对顶关税是20%加 N， 让真济产业受到大冲击。他们已经变增加，而且又加上这个，所以他们就好的。我们每天跟那个美国客户在沟通，但是他们也是一直说没有，还没有。就买家来讲的话，还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来替换，当然会要求供应商这边呢，跟buyer这边呢来分担这个所谓多出来的这个关税的这个成本，但是这个都还要再谈。我们要赶快转型，这样才可以去因应整个就是关税带来的影响，然后提升我们所有制造业的就是竞争力。观察各产业的关税，纺织品原底是10%到20%，加起了后是30%到40%，脚踏车对原底上加5.5%，加起来可能上悬到31%。塑胶的税率对上加3%，加起了后上悬是26%。工具机对4.7%，优悬到24.7%。农渔产品也对免关税，优悬到20%的税率。消息出来，包含纺织、电机等类股，呈现较少的趋势。台股大盘也震动，形成24000点的保卫战。因为进前美国表态，开放市场是关税税率要继续降落去的必要条件。以台湾来讲，若针对美国开放市场，包含农渔产品、汽车、保健食品、佮纺织品，拢会受到大影响。这款产品的关税税率真济是10%到30%。政府在这个时间点呢，想办法让它不要倒闭。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，低利贷款给他，让他能够撑过这个时间。那此外呢，赶快加速的跟美国进行谈判。江总12对外发新闻稿表示，目前咱国加起来关税税率是比日本、韩国较悬，呼吁政府维持稳定的汇率，扩大信保基金，增加对中小企业融资，电池暂时卖起，先卖去碳费，佮扩大纾困，才会当协助产业度过这个危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